亲为家人，还有为自己。咱为着咱来去求生活，咱家庭、家己为，给咱创造更较好的勇气，给咱创造更较好的机会，互咱把握每一个当下。咱来加持，咱来诵经回向来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可以免搁较大安尼就使安尼开始来，咱的点会先关一下好这比较反光。那个墙壁那边，关一下电灯。主品这个柱子，安尼敢有较清楚？有来石头看里面看来，石头看面看，正会来祈福来。祈福，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但是你若念台语的，你就念台语；念国语都一定你就念你家己就念出来就好好来做一个祈福，受桃献佛，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埵呵。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现在开始授桃，献佛前，献授桃。好，大家就开始了我们把它放在佛桌上，然后可以跟老板娘说说话，然后叩首，在内心里面默祷。现在这个时间交给大家。对。